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0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，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，罗马书第15章第7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福音的见证。基督福音是需要去传扬的，然而传福音并不只是用嘴巴传说而已，而是透过生命的见证。福音的见证是什么？福音的见证是基督徒以生命见证来感动人。亚伯拉罕在生活上因为有上帝的同在，蒙受赐福。创世纪14章17节到24节记载了亚伯拉罕和一些外邦国家的征战。圣经这样记载，亚伯拉罕击败了基大老马和他的结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所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。沙维谷就是王的谷。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，他是至高上帝的祭司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赐福给亚伯兰。至高的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，他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有的拿出1/10给他。所多玛王对亚伯兰说，你把人还给我，财物你自己拿去吧。亚伯兰就对所多玛王说，我指着耶和华至高的上帝天地的主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条鞋带，我都不拿，免得你说我是使亚伯兰富足的。我甚至什么都不要，只是仆人所吃的，以及与我同居的亚乃、以实各、曼利所应得的份，让他们拿去吧。亚伯兰见证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祝福，他的富足不是因为人而来，而是因为上帝的保守与赐福。保罗劝勉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要互相接纳，因为这样的爱与接纳就能够见证他们是属于基督的。保罗劝勉他们要在外邦人当中去做见证。罗马书15章第7节到13节，保罗劝勉他们这样说道，所以为了荣耀上帝，你们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。我告诉你们，基督为着要显明上帝的信实，做了犹太人的仆人，为要使上帝对族长们的许诺得以实现，同时使外邦人也能够颂赞上帝的慈爱，正像圣经所说，因此我要在外邦人当中颂扬你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圣经又说，外邦人啊，要跟上帝的子民一同欢乐。再说，所有的外邦人啊，要颂赞主，万民啊，你们要颂赞他。以赛亚也说，有耶西的后代要出来，他要起来统治外邦，外邦人都要仰望他。愿上帝就是那希望的泉源，因着你们对他的信心，让你们充满各样的喜乐、平安，使你们的希望借着圣灵的能力不断的增加。基督徒邀请人到基督里，以颂赞、赞美、见证基督的圣名。
将福音广传给普天下。诗篇91篇第9节到16节，因为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以至高者为居所，患难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，因他要为你命令他的使者，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。他们要用手托住你，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。你要踹踏狮子和毒蛇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因为他要专心爱我，我要搭救他，因为他认识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与他同在。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我要使他享足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基督徒不见证，就不能成为主的门徒。教会不宣教，就没有存在的必要。基督徒必须要能够彼此相爱，互相接纳，扶持、祝福，成为美好的见证，领人归主。求主帮助我们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